Flying Feet 泰鼎天足，新科技能量觸電，開啟全天候黑科技足療時代。1毫米特殊材質 AI 超薄芯片，400度以上高溫精密熔纖，6層頂級硅膠醫用級材質，足腳即響極致柔軟，一腳踩上觸電，腳底體溫差，啟動生物電流，1分鐘釋放極其微小的高頻生物電流微震感，猶如足底永動機，從足底穴位出發，精準打通足底核心經絡，貫通湧泉神經、大腸經、肝膽經、心包經，全身經絡激活，能量持續上行，令腳酸腳利、腳軟腳無力、腳沉全消。專利認證，可改善血液微循環，提升紅血球攜氧量，有助預防血粘稠，保護心腦血管。專利認證平衡人體體態，不易傾倒，可減少心梗、腦梗、心源性問題，可防靜脈曲張，助力脊背挺直，呵護青少年健康發育。用上鞋墊後，令人步履輕快，健步如飛。無論跳高、跳遠、跑步、上下樓梯、提重物時，用家完全感受到與沒用之前的區別。老人更是腿勁加強，全天候足底賦能。Flying Feet 泰鼎天足，令你走路有勁，9站不累，全人群可用。雙國際權威認證，品質過硬，優質材質，可反覆清洗，防腳汗、防腳臭、防腳氣，觸感冬暖夏涼，長效使用可達3年，性價比高，舒不舒服腳知道。足底的永動機，你的全天候黑科技足療專家。Flying Feet 泰鼎天足，新科技能量觸電。